搁较不安的是，咱也看到新闻咧，甲咱讲，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生不如死的时代。咱知影这是啥物无？出事的人已经比死去的人较少啊，这叫生不如死、生不如死的时代。出事的人已经比死亡的人搁较少啊，人口会减少，但是咱足少去想，到底要安怎转变？世界出名的管理学大师韩帝咧讨论世代的差别，伊咧讲，面对年老这件代志吼，一代一代咧改变的时阵，伊讲上大的矛盾是啥物咧？每一代的人拢相信一件代志，都是家己理所当然，甲顶一代无共款。但是，伫咧思考未来的时阵会安怎？搁听一摆哦。每一代的人拢认为家己理所当然，甲顶一代的人无共款。但是咧思考未来的时阵，拢安怎想？咧思考未来的时阵，永远拢想后一代的人爱甲这一代的人是共款的。这是伊讲上大的矛盾。所以伫旧的时代要踏入一个新的时代，面对未知的时，人上大的挑战是咱爱安怎去承认家己是有限的。家己真正有足侪毋知，因为毋知，咱才需要敲找上帝，去看见全能的上帝伫每一个时代安怎继续咧创造，安怎继续有伊的应允，有伊的好调。人生所行过的路站，会成做咱生命真重要的经验。这个经验会使咱每一个人继续往头前咧行。咱的身体当然有应该袂亲像过去遐尼臃肿，目睭嘛袂亲像过去遐尼清楚。伫面对失去的时，咱的心会有惊吓。总是当咱学习甲上帝长头对面，听伊的话语的时，咱会知，咱永远会当往头前，咱永远会当超出未来。这个未来是学习去看到生命的真相，是去看到生命的真相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有限的，咱需要谦卑来超出上帝。所以，这个旧的领导者摩西任务已经结束，但是后一代以色列人因才要开始那样呢？因才要开始到底因要安怎往头前行？答案是上帝早就已经备班要接续的人，对无？上帝早就备班接续的人，约书亚，伊是摩西所换手的，互智慧的神所充满。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踏入新的土地顶面，但是摩西敢是全部拢放会交互后一代吗？伊毋是完全放互后一代。约书亚甲摩西有做伙行过一段路，踮伫彼此两代的人同行的过程中间，知影讲摩西过去所留的脚迹，会继续踮伫约书亚的记忆中间，会继续踮伫以色列人的记忆中间。这个接棒接棒毋是直接断开啊，接棒是爱做伙走。接棒是爱做伙走，互前一代的人甲后一代的人彼此同行，徛伫旧的基础下面，继续搬过每一个难关。摩西互人记录落来的，毋是伊个人的特质，也是伊有足侪英雄的事迹。圣经甲咱讲，伊所上界重要的事是啥物？伊是耶和华所当头对面所认捌的。这是摩西伊上界重要，互人记录落面的。对伊接到呼召，开始踮伫埃及地，法老以及一切的奴仆，以及伊全地见证上帝的神者，嘛伫以色列面前显出大能的手，
行坐坐通敬畏的事，一路行过来，都是伊咧看迄片土地，每一步拢是上帝引带。上帝引带伊，虽然伊有犯错，伊有甲上帝哀求，伊有伊性命的软弱，但是上帝永远塑造伊、认捌伊、使用伊，互整个以色列会当对过去行往未来。伊的故事看起来是结束，但是毋是真正的结束。这个故事才要开始呢。伊的祈祷也真做以色列人的祈祷。诗篇90篇，伊上尾也一直咧讲，求你互阮会当得到你的慈爱，通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。求你照着你互阮受苦的日，到阮拄着患难的年岁，互阮通喜乐。愿你的作为你的奴仆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因的子孙显明。愿主咱的上帝的恩典踮伫咱的生命，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。这是摩西的祈祷。摩西不断为着以色列人的祈祷是求你互阮一世人踮伫你的喜乐中间。虽然伊是离开，总是这个祈祷未是结束，会继续带人向头前行。伫这个时代，咱拢知。看起来，教会内面的少年人愈来愈减少。美国的实践神学家因咧做这个研究，伊咧观察，伊有一个教授真正足认真去做学术的研究。伊咧观察伫教会中间无共款世代的现象，得到一个结论。头一个结论就是第一个，主流教会的少年人咧一直咧消失。急速的萎缩，读到这个论文的人就讲吼，你这个答案敢若无研究的必要吧？你行去每一间教会看到，差不多是这个现象。教会的少年人咧减少，但是第二个部分，伊咧讲，伊开始咧讨论为什么会这个问题，因为伊就在讨论，什么人对教会内面的后一代影响上大。伊咧设计这个研究，伊咧问的是，什么人对少年人的影响上大咧？对教会内面少年人的影响上大？咱又看卖哦。对教会少年人影响上大的头一个是啥物人？大家拢讲牧师哦，绝对毋是牧师。讲头一个爸母。父母对少年人的信仰影响上大，这头一个。第二个咧，叫又看卖，朋友吗？同才，伊这个答案真有意思。大家人拢认为除了父母以外，应该是因团契内面的朋友吧。但是因做出来的调查研究讲。是教会内面愿意鼓励陪伴后一代的长辈，这是因了伫美国所做研究的答案哦，都是踮伫教会内面愿意去陪伴后一代的人成长的长辈。这就开始互咱会当想这个问题啊，到底咱敢会是这个人吗？咱会是迄个愿意鼓励陪伴后一代的迄个人无？如果这个人对教会内面青年人也是后一代的影响是大的，咱敢会是这个人吗？拄拄好前几工咧团契的时阵，咱咧讨论讲，什么人对你的影响上大？伫小组内面咧讨论这个问题，一直咧想这项事都。挑高伊绝对袂讲爸母，所以就一直咧想到底什么人对我的影响上大？伫不断咧想的时阵，我想起一个人，想起一个差不多大我10岁的牧者，伊即马踮伫外国咧服侍。为什么伊影响上大咧？因为当迄年我退伍准备要考神学院，有一天伊招我出去食饭。
伊招我出去食饭，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伊讲，平时你想要去印尼做宣教的训练无？伊敢若问我这个问题。迄个时阵拄我退伍，离考神学院阁有几个月的时间，伊就问我讲：你有想要去印尼做宣教的训练无？讲煞迄顿饭食了，我转去想，这到底是要安怎？到迄个时阵，我还未出过国，从来毋捌出过国。伊问我讲要去印尼苏门答腊做宣教的训练，要去偌久？2个月。想想诶，反正离考神学院阁有时间，所以我就答应这件事。我答应去到伫印尼2个月，伫遐甲教会的人相甲伫遐生活，伫遐服侍，诚做我头一个去到伫毋捌生活过的所在，开始头一摆。有一摆的经验了后，伫神学院2年升3年，拄啊好。学校接到一个消息，伫美国的台湾人教会有一个实习的机会，就是新学生去遐2个月去遐实习。后来我也去争取这个实习的机会，也阁去啊。也是一个我毋捌去过的所在，阁煞来毕业了后去台东，伫遐11年，今仔日踮伫台南。伫无共款的所在咧变化的时阵，我才重新咧想到，就是因为迄个差不多大我10岁的牧师所问的迄个问题，你有想要去国外伫遐宣教看卖无？迄就诚做一个影响。检测咱所想的拢是我到底安怎去影响别人，但是有当时咱一个对后一代的鼓励。也是对一个后一代的挑战，也是愿意当然，我去印尼，伊也毋是放我一个人踮伫遐毋管啊。伊会用足侪方法，透过 email 咧关心，透过足侪方法，知影踮伫遐生活了安怎。迄个顶一代的人陪伴后一代的人做伙跑走头前的路站，迄个影响是大的。所以迄天咧想，到底一个影响我上深的人的时阵，我想足久，因为实在太侪人。但是忽然间想到一件代志，来到伫咱东门，这也是另外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。伫遮我嘛感觉上帝对我有真大的恩典，因为咱有有神牧师踮伫遮陪伴我，踮伫一个对一个相对资浅的传教者来讲。我想，愿意陪伴后一代的长辈牧者是真重要的。陪伴我了解咱教会的状况，了解咱兄弟姊妹大概的状况，以及过去这几个月来教会所发生的代志。伫这个做伙跑走的过程，咱会当感受迄个接棒。到伫最近这1个月，咱已经选出新的中职同工。其实咱的小会踮伫咧提名的时阵，就开始有一个共识，是咱一定要提少年人，一定要互新的一代的人有机会参与服侍。是咱也透过上帝踮伫咱中间的工作，咱选出新一代的同工。阁煞来就是重点嘛共款爱接棒，共款爱接棒，所以伫这个接棒的过程中间。顶一代的人怎样陪后一代的人做伙行？会记得顶一代的人毋是互伊答案，顶一代的人毋是互后一代的人答案，是分享我的经验。因为上帝带我行过这段路，到后一代即马有新的人要接手啊，是互因家己面对上帝的呼召，面对上帝踮伫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挑战。诚做伊伫背后支持祈祷的人，这个接棒才会当顺势，咱才有法度进入新的时代。嘛毋是安尼尔，嘛毋是敢若中就有代志。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，咱嘛有咱的代志。既然这个研究讲，
教会中间愿意陪伴后一代的长辈是真重要的。咱想看觅，咱一定有足侪后一代，80几岁后一代是，可能60、70岁嘛。80岁有可能后一代60、70岁，60、70岁落去40、50岁，40、50岁搁落去。其实咱每一个时代拢一直咧学习，怎样将迄个信仰的接力棒交互后一代。所以伫迄个彼此同行的过程，咱学习成全，咱也学习祝福。因为踮伫面对未来的世代，教会甲社会所面对的挑战绝对无共款。无过去的历史甲经验，都无新的未来。但是新的未来也继续爱有热情，甲迄个动能，继续向头前来跑走。所以对于咱来讲，每一个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咱拢需要派这个责任，为着后一代的努力，为着未来的教会的努力。这是一个彼此服侍的过程。我就意爱圣诗25首，这首诗歌，咱无放伫PowerPoint就毋过，咱大概有印象，基表性命，至善阁美丽。这条诗歌伊一直咧讲，因我的上帝有无共款的形象，有母性的上帝，有父性的上帝。然后我就爱看的是年老的上帝甲少年的上帝。伊伫年老的上帝迄阵讲，年老的上帝超凡头毛白，看透世界一切邪恶虚假，意爱神奇世界，无绝望厌世。到伫年老，咱超凡头毛白，但是咱有智慧，通看透世界一切虚假，看透一切邪恶，也继续要向前来跑走。年老上帝的后壁是少年的上帝。少年的上帝安怎？少年的上帝热情向前行，厌恶一切虚假，凶恶不羁，将所有献出，为着公理拍拼。少年的上帝是充满热情，为着这个世界的不羁来努力的。咱有看到迄个足水的过程无？有年老的是看透世上的一切，到伫少年的充满热情向前行。踮伫上帝的形象内面，咱是一代搁一代要进入应允，要看见上帝的祝福。所以每一个世代拢有上帝不变的疼。上帝使用摩西，互摩西成做伊甲以色列人立约的迄个桥梁，为了要互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拢行伫正道顶面。直到耶稣的时代也是共款。咱透过咱头拄所读的新的诫命，伊讲爱安怎疼主你的上帝，以及疼厝边亲像家己，因为这两条诫都是一切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因为耶稣成做咱性命的拯救，一代一代拢带咱同行，带咱向前行，所以福音会当搬过每一个世代。今仔日对咱来讲，这都是咱的挑战啊！两代还是几啊代的人，怎样继续踮伫耶稣的疼内面，牵手同行，彼此祝福，彼此成全。因为面对未来是真大的未知，但是踮伫这个未知，咱会一直看到上帝所引带的路，也会听见上帝所对咱讲的话。圣歌队要透过山顶的脚印这条诗歌引带咱来思想。那亲像人咧行的时阵，咱感觉真软弱，毋知影要安怎向前。总是咱看到上帝一直甲咱同行，所以咱要请圣歌队引带咱透过山顶的脚印来思想，咱要怎样伫每一个世代看见上帝的引带。
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呼召阮通成做你的囝儿，通成做你的奴仆，互阮一生来军队来服侍你。主管知，伫每一个时代咧变动的时，面对未来，阮有未知，阮有惊吓。总是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毋捌放杀阮，你差遣每一代的人，通成做你的奴仆，继续引带阮向头前来行。主愿你坚固阮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通成做后一代的人的祝福。伫即场接力的过程中间，会当一代搁一代见证耶稣你甲阮同行，互阮一代一代拢不断享受你的确有你的恩典踮伫阮的生命中间。愿你祝福踮伫阮的教会，也愿你祝福踮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中间，互阮永远徛在踮伫你的疼，互阮永远无离开你。愿主你坚固阮，祝福阮，祈祷靠耶稣的性命，阿免。这是咱的吟回应的圣诗第587首。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。
咱要来奉献。请坐。这是来报告。首先爱甲大家抱歉的，就是咱的周报的第一个封面的日期是10月25日，印24日是毋对，甲大家失礼。报告小会公告。第一点，本会已经伫9月13日甲10月11日召开临时会会，选举出2021年到2024年的新任长老10名，甲新任的执事16名。名单请大家来过目。教会消息第一点，本主日第2堂礼拜后召开刘炳熙牧师就任受职礼拜的筹备会，请小会员到社区发展中心嘉庇屋开会。第2点，教育部伫本主日第1堂礼拜后要召开部会，请部员到教育大楼1楼会议室开会。第3点，11月7日下主日为本会儿童事工主日。礼拜中，事奉由主日学学生担任，请为本教会主日学的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4点，下周就是11月7日到11月7日是部会周，请各部部长召开部员开会。11月8日主日第2堂礼拜后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团契会长参加，并将开会报告资料伫11月4日，就
就是拜三以前交互干事准备议程。第5点，刘炳宇牧师全家有计伫10月31日，就是拜六要前往参加东部中会新港教会，就是咱刘牧师前就任的新港教会新任的牧师要受这感恩礼拜，伫11月初1日。11月初2拜一担任东部中会传道书训练讲师，请代祷。第6，刘炳宇牧师就任本会第10任主任牧师，受这感恩礼拜定伫11月15日下午3点，伫热礼拜堂来举行。为着要应用防疫的新生活，参与的礼拜就爱实名制，请大家踊跃来出席，并伫主日伫咱后壁面放圣诗的附近的道林，有互咱报名的签名的所在。因为咱一定爱报名，咱到都是免费，所以请咱礼拜后，咱就去后壁遐签你的名，要报名，无就是伫咱的办公室来遐报名。第7点，刘日文牧师要伫10月31日结束伫本会服侍，但有成牧师将要伫11月15日结束伫本教会协助牧师的工作。感谢日人牧师甲有成牧师这段日子的协助，愿上帝赐福保守2位牧师甲牧师的全家。第8点，社福部定伫11月初7日拜六要举行科技人文在地打查啦，这国语要翻做台语真难吼。有定名额40人，即日起开始报名，到11月1日主日满额为止。报名费500块，含车资、保险、午餐、门票等。报名请来教会办公室用钱遐干事报名。告解消息，立新基金会要伫11月初7日拜六下午2点到5点举办情感教育，搁一个叉吼，情境解谜、背后探心所体验的活动。地点伫咱教会教育大楼3楼的教务室。佮补充一报告，具体交通，许光伟弟兄甲蔡宜芳小姐定伫10月31日本礼拜六上午9点半，要伫大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礼拜，愿主祝福新的家庭。过来就是事工的分担，咱请有事工的兄弟。中集家己注意来看，时间记录好势。咱最后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，我来读一摆，咱来读2摆。这是《申命记》34章的第10节。后来以色列中无过兴起先知，亲像摩西，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捌的。咱开始来读。后来以色列中无过兴起先知，亲像摩西，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捌的。申命记34章10节。后来以色列中无过兴起先知，亲像摩西，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捌的。申命记34章第10节。这个时阵介绍请刘牧师。好今仔日有几个我的朋友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，有潘博宇兄弟，伊是南神总务处的秘书来伫咱中间，咱
欢迎伊。啊，搁边仔这边有我的学弟吼，张传道甲团导娘，啊，因来台南参加亲人的告别式，啊，所以来伫咱中间。好啊，以上毋知搁有咱第一遍来伫咱中间的无？啊，咱若是有发现会当彼此相请安，啊，礼拜煞会当做伙来交期。好，以上的报告，咱做伙来吟车恳的诗歌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主车恳我，主车恳我，主车恳我，无所求你，主紧带我，主紧带我，主紧带我，上帝求你紧带，主充满我。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奉主性命打出去。咱做伙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痛。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众兄弟同在对答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